喂，Emily，你做乜個樣咁愁，望住啲頭髮啊？潘姨，我都唔係成日去染髮，但係唔知點解頭髮又乾又易斷啊！其實咧，頭髮乾燥可以係因為好多原因嘅喎，外在嘅因素，例如天氣乾燥啊，會令到啲頭髮水分流失啦，而出現靜電，頭髮就好易打棘，乾燥又脆弱嘅喎。另外咧，曬得太陽多都會蒸發頭髮嘅水分，而損害髮質嘅喎，又令到啲頭髮咧係容易變得乾枯啦、毛躁啦，亦都會變幼同埋易斷嘅。但係其實內在因素都好重要嘅喎。如果經常你瞓得唔夠嘅話咧，過度疲勞或者係營養唔均衡咧，係會好容易導致到你嘅氣血不足啦，內臟功能就會出現咗問題。咁樣咧就會令到你頭髮失去咗應有嘅養分，變得枯燥又冇光澤嘅喎。但係呢排天氣都唔乾，我又冇游水曬太陽，唔通係我身體有事？喺中醫裏邊有句説話咧係叫做髮為血之餘，意思咧就係頭髮嘅營養係靠血去提供嘅，血氣充足嘅話咧，啲頭髮先至會生得好嘅喎。如果氣血虧虛，冇充足嘅養分可以送到去滋養頭皮嘅話咧，就會容易啲導致到啲頭髮脫落嘅喎。例如長期失眠啊、精神緊張啊、飲食嘅控制唔好啊，甚至乎生理週期唔規律咧，都會令到氣血不足，最終係會影響到頭髮嘅健康嘅喎。係啊，我呢排工作壓力真係好大啊，仲搞到成日失眠。潘姨，麻煩你幫我睇下我咪血虛，快啲救下我啲頭髮啊！德裕製藥生髮寶由20幾年漢方精研製成，蘊含龜板、濟河首烏同埋旱蓮草3大主要成分，幫助補益肝腎，改善頭皮血液循環，滋養毛囊並平衡頭皮水油。唔單止能夠預防脫髮，更加可以促進頭髮再生，甚至改善白髮問題。純天然本草配方，香港製造，絕無西藥成分。